伫高雄有一个教练去互查某学生指控讲，这个教练捌甲骹内手来，甲往胸坎，佮甲揽。有议员讲，受害者毋若只一个学生尔，而且这个教练还佫有咧教学，要求市府大来调查。不过，这个教练强调讲，伊教学已经20多年，拢是教团体课，嘛袂甲学生或者是家长单独见面。伊讲，这指控拢总是造误。从我的背后直接环绕过去摸我的胸部，然后还有浓烈的动作，然后我也跟他讲说，不要碰我，我要告诉家长。他就说你敢告诉家长，我就把你推走。这个受害者讲出伊心内秘密，讲话是讲到后甜。伊控诉5年前高中的时阵，去互迄当阵的教练性骚扰。有民代指出，受害者捌申诉，尾后拢是沉到大海。故是以手头来申诉的，都有4个人，上早会当回溯到10年前。不过，这个教练到今还佫伫咧教学。直到现在还都是在高雄非常的活跃，还是即将成为我们高雄市代表队的带队教练。那过去也是国家代表队的带队教练。事件发生时，被害人未成年，得于成年后3年内提出申诉。本案将依被害人的意愿受理申诉，重启调查。日本基金会嘛烦恼讲，若有教练涉及性骚扰，照目前的法令，就算撤照，也是会当私底下开课甲招生。建议要建立自动工作认证的制度，互无责任的老师无法度搁软空芳。因为防指控的这个教练，伊是中华民国冰球协会教练出兵协会受证的教练。冰球协会回应讲，目前已经甲停权，也拿另外一个协会嘛等咧调查。第一个就是说，我的上课模式并不是说你一个人跟你上课1对1，没有，我们这边没有这种上课模式，我们全部都是团课。第二个就是说，除了上课以外的时间，我不准学生跟我就是单独在一个空间里面相处。这个教练去互指控性骚扰，伊是招拢好人，强调讲以前到大毋捌私底下甲学生或者是家长单独做伙，嘛敢若上团体课。伊愿意配合调查，嘛有听这个教练的家长认为讲这是挑工作误。不过，市府运动发展局强调讲，会持续掌握后续调查的结果，嘛有写批通知高雄市体育总会，爱严格审计113年初练代表队教练的名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